今年新德市的儿童艺术节特别邀请全台湾唯一一个摕到认证的贴乐高插角角的高人黄彦志，用乐高的零件打造出缩小100倍的新德市政府，也有6倍大的新德名产贡丸汤。贡丸呢？你们喜欢吃贡丸吗？我喜欢喝贡丸汤。这碗贡丸汤看起来真特别，全部拢是贴仔贴出来的，顶头还有青菜。 互人看了真想要捧来食。除了贡丸汤，新德市政府内底同款用贴仔贴出来大型七德米是满世界，大家囡仔拢生了真欢喜。一台车子。一台车子，你打算怎么挥？要拿眼睛装在上面，然后最后要拿4个人，然后扣在这个灰色的上面。 现场上特别的是，这座以新德市政府做主题打造出来的作品，模样就甲市政府一模一样，还有新德市长徛在顶悬。主要的难在于说，它整个那个窗户，因为我们希望尽量的拟真，所以窗户跟那个整个建筑物的比例，事实上要去拿捏得很好。还有上面它的这个日式建筑的这个雕花，我们希望用乐高颗粒去呈现。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古迹建筑里面，带着孩子们自己来打造属于你想象中的一个城市哦。 新德市的儿童艺术节，但伊拢受到真侪人欢迎。对今日开始连续10天的展览，拄着连续假期，有希望为新德市吸引更较侪观光人潮。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